继续来看各地方政府配合着三杯馆，拢加强力头在推销游人客。像这个新北市的平南区公所，就来结合着农会甲在地店家，推出着地米甲农特产品的促销的活动。听到拍鼓的声音，大家精神拢来啊！过来就是唱歌跳舞，活动一个煞一个。平南发展观光这道作饼是。那我们用加码的一个方式，欢迎我们所有全台湾的民众来到我们新北坪林的好山好水玩乐之外呢，我们有好茶，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平南的区公所结合农会和在地店面，要予平南的好茶，还有好食农产品，互更较侪人了解，大家做伙拼观光，当然冇优惠。那我们每一周都会有好礼要送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在满额消费之后，我们也会提供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抽奖活动。对父亲节8月初8开始到9月初9，一个月时间，都有平南发放的进行加码券，逐工限量免费送，店面有拍折促销，搭配抽奖的活动，希望会当拼出振兴的商机。